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每周三的晚上的直播分享。在开始以前，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现在让我们用这首真理的话语的诗歌，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歌词里面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软弱时候得罪你。这不只是教导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诗篇里面的话，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表态。我们要把那神圣的传声筒传出神的真理的话，不只是听，我们也要活出神的真理。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软弱时候得罪你。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主耶和华，你是公义，我要一天7次赞美你。天地照你的安排，顺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不义。求你将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愿你的慈悲时刻领导我。求你将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这是我一生喜乐。愿神不断用他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让我们遵照他的真理，能够活出神所喜悦，为主神圣的话语做传声筒。真理和话，你是公义，我要一天7次赞美你。天地照你的安排，顺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不义。求你将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愿你的慈悲时刻领导我。求你将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这是我一生喜乐。求你将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又叫我在你道中生活。求你将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这是我一生喜乐。求你将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又叫我在你道中生活。求你将真理的话语总不离开我，这是我一生喜乐，这是我一生喜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聚集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再次警醒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生命有许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当我们领受神的道，神的真理，我们应当如何活出神的话语。主啊，我们晓得生活的许多的面向，但是当我们听到有人在提醒我们，在告诉我们，甚至你的话语在不断的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神你圣灵的帮助。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你的话语是要如何让我们活出神的真理的生命，是能够让神所看为视为美好的生命，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感觉
舒服的生命，也是愉快的生命而已。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次从你的话语里面就能够看见生命的亮光，不仅能够更深的与主连结，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活出主你所喜悦的生命。谢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愿你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晚上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神圣的传声筒。我们如何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我们很多时候要怎么样把这份真理、这份福音能够分享出去。当我们要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我们所传的是不是对的，甚至有些时候当我们所传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同时我们就宁可选择我们还是不要讲。所以当我们再去听别人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该如何勇敢的去领受或者是吸收。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经节，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提醒，也带给我们有更多顺服谦卑的心。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曾经有一个在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小村庄，那在村庄里面呢，曾经有一个传承一个100年的一个老钟楼我们知道这个老钟楼就好像我们应该是很多电影节目里面都会看过。那有些村庄里面呢，他们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钟楼。那这个钟楼里面做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他只要经过，古代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时钟，没有手表所以呢，他们是透过钟楼上面的时钟来知道什么时候要出门，什么时候要收工，什么时候要做哪些事情。所以这个钟楼就成为了村子里面的一个灵魂那曾经在村子里面呢，有一位守钟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每次去观察这个时钟到底有没有准时，也就是说时钟里面的每一个齿轮这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有没有顺来决定了一整天的时间。所以这个守钟人呢，有一次呢，他就在检查的时候，他在调整的时候发现似乎这个钟声好像有了问题，因为速度好像变慢了，甚至呢他会开始发现这个时间好像会受到影响。虽然这个时钟这个声音还是一样维持不变，但是时间变慢了。这个老守钟人呢，他就聚集了整个村庄里面的所有的人，他就说：各位，我们要动工要来修理这一座钟楼这个钟那甚至可能要更换一些零件所以这段时间大家的生活节奏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可能这个时间可能会暂时先暂停，还是怎么样再做提醒。可是没想到呢，当这个守钟人跟这些村民讲完以后，所有的村民就是你看我，我看你也有人小声的说：哎呀，这个钟楼这个钟响100年来都没有事，我们习惯这样了何必要暂停，何必要修改呢？就这样就好了。那也有人说这个老守钟人我们很尊敬你啦，但是这个钟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传统，动了它我们心里面感觉好像会不踏实。哇，结果大家因为这个太爱这座钟了这个钟楼也习惯他们现在这个钟的现状，所以呢，他们就婉拒了这个守钟楼这个老守钟人的这个建议村子里面的时间慢了整整1个小时，甚至呢，有些年轻人呢错过了该坐火车的时间。在外面这个邮差找不到人能够收件村子里面很多人因为这个时钟这个钟楼整个村子大家好像时间上都错乱了，感觉好像整个村子变成一座孤岛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虽然这个钟楼对于村庄来讲，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却失去了如果
与外界连结的正确的时间点的时候，那反而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就是与外人所连结的生命力，难道不是吗？各位家人朋友，牧师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很像这个手中人一样。我们的教会，很多的教会的牧者都知道当说什么话对他的信徒讲，但是会发现有许多的教会，我们就像这个温馨的这个小村庄一样，大家非常的忠心爱主，甚至守诫命，这些都非常的美好。但是有些时候，当上帝透过牧师来发出一些突破性的呼召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也会因为太爱这份这个钟楼哈，这个刚刚这个故事里面这个钟楼，我们现况的这个什么温暖，而忽略了那是上帝要我们更新的一个信号呢？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神圣的传声筒，分辨圣灵权柄之下的真理的声音是什么？这个才是我们目前每一位基督徒朋友，我们都需要去认识的重要功课。我们一起翻开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在申命记第18章第14节到第22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擅敢奉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验效。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各位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背景其实是非常震撼的一段圣经节。以色列人当时在何烈山上看见上帝的威严，他们是吓得发抖。他们对摩西说，在16节里面，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帮我们听吧，上帝的声音太强大了，我们可能受不了。那上帝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他说：他们说的是，上帝连续怜悯人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像人一样的方式或管道来传递上帝的心意，所以他设立了先知的制度。所以从18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承诺会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而这位先知也就是神的传声筒，他领受上帝的话语，然后用我们人听得懂的话来把它说出来。但是在21节到22节，上帝也给了一个让一般人民可以去分辨的标准。如果先知他说的话不成就，没有应验，那就不是神说的。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节教导我们，权柄来自于真理的应验与否而不是先知个人的魅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符合现在很多包含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好好来做一些
观察，或者是说我们一起来省思，在教会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如何与我们的牧者，或者是与我们自己本身应当要存的一个生命的态度。那牧师知道，我们相信有很多每一个人的教会，每一个教会的这些家人、弟兄姐妹、朋友，对我们的牧师都很客气，也非常的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一个信仰传统。但有些时候这种客气反而会变成另外一道好像城墙一样，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离感。当牧师在台上呼召大家去传福音布道，或者是说去关心新朋友的时候，我相信也有人，大家也会心里想说，牧师说的对，那是牧师的专业，我们只要负责中心的聚会就好，我只要来参加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去做那个做那个？这就是我们要省思的地方。你如何去确认、去确定牧师在台上所对我们所邀请的动作跟呼召，如果这只是牧师个人的想法，到底这是牧师个人的想法呢，还是圣灵透过这个牧师的口，好像传声筒一样对我发出一个真理的声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者的权柄跟信徒相关的这个分辨的行为，其实圣灵的声音通常会有两个特点，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他会挑战你我的这种老我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你听到这些话会让你感觉到有点坐立难安呢，或许你就可以稍微思考看看。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还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真理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它会不断的刺入我们的心坎里，而且还会把你剖开一样，非常的痛，非常的感觉不可思议，非常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讲这种话？这正是让我们感到坐立难安，而且是心理挣扎的原因。也因为它正在处理我们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或者是老我的本性，所以这些话语一定会让你感受到不舒服。第二个，我们要如何分辨一个很重要的牧者权柄？我们还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真理这个话语，它会带领你走向一个让爱跟灵魂当中可以让你得救的一个方向。如果牧师他传递的讯息是要我们更爱主，而且能够更扩张生命的境界，即便让你会感到害羞，请你跟旁边的人说几句话，这个动作好像会让你很害羞，不习惯。可是如果你认真去想，这个动作可以，你平时不会自己无缘无故去跑去跟人家 say hello hi， 不会。但是因为透过可能刚刚牧师给我们的一个引导动作，说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什么话，这个举动会让你突然间去改变你原本不习惯的害羞的，这可能正是上帝正在透过这个传声筒在对你说话，不是吗？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提摩太前书1章5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没有虚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牧师在台上，我曾经分享过，我过去我不太喜欢去强求人去做某件事，可是当我越做牧师，越做神的仆人越久，越了解神的真理越久，我发现好像不说不行了。因为当我不说的时候，似乎好像会得罪神，那说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那一种，又不能讲得太过于客观，又不能讲得太过于含糊不清。
可是偏偏当你越讲得越清楚的时候，反而会越让信徒或听众感觉到不舒服。各位弟兄姐妹，所有的真理，所有的教导，甚至所有的诫命、命令、呼召，最后的总结必须要回归到爱，主的爱身上。如果一个教导不会带出爱，那可能就会偏离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各位家人，为什么我们听到这个神的道，道理的道，我们听到会觉得扎心呢？因为上帝的话就像希伯来书4章12节所说的，是一把利剑，要刺入我们那个习惯躲藏的老我。但是你放心，上帝刺伤我们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牧师讲那些话可能你会觉得不舒服，但不是要毁灭你，也不是要伤人，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一个真正的医治的工作。我们想象一下，在手术台上，那个手术刀是为了要切除那个停留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坏细胞的毒瘤，还是你会想象说医生你怎么那么残忍，拿着那个把刀要切割我？如果你是这种心思的话，那你不晓得他是要救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灵不断在挑战我们，最后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上帝所命令的初衷，是为了要爱我们的心意上面。所以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宝贵的灵魂的救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盲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盲从，这是每一个人大家都有的基本的知识跟概念。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心存敬畏的心，我们去领受神的真理。敬畏的心是会愿意去审视，你会去看自己的生命里头，遇到真理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你的内心的那种搅动，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应当要如何用一个谦卑的心去顺服，去领受。就像申命记19章所说的，那谁不知道先知奉主的名所说的话，注意主必讨他的罪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非常资深的工程师，这个建筑工程师，他提醒大家，这栋房子的地基厝的地基需要加强如果大家觉得说不要花那么多钱麻烦死了，不要了不需要省一点省钱我要告诉各位，再想象一下我相信这个假如大家是用这种思维说这为了要省钱，这个不用理他这不是得罪工程师而已这是亏欠了整栋房子所要带给人的安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当牧师呼召各位在生命里面需要改变的时候，若我们选择忽略，我们选择说牧师每次都是做好讲讲的都这也本质牧师做好讲的我要提醒各位，我们损失的不是牧师的面子，也不是损失的你跟牧师的这种情谊感关系。我相信你损失的可能会是上帝原本要赐福给我们生命，赐福给我们的教会应该要有的健康的、健全可以成长的一个环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2个，牧师想要邀请各位一起来学习2个很重要的功课。今天的圣经节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如何我们需要建造一个真的从内聚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相信我们在许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群体里面，我们需要有2个很重要具体的方法。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当主说主，我们要时常对主，我们要时常说
下一次我们每次遇到第一个，当我们下一次聚会或听讲道的时候，或小组分享的时候，你心中先不要急着对自己说或对别人说你要该怎么做。我觉得也不要说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我做不到，而是先祷告说，主啊，如果这是你对我说的话，请让我的心柔软，不要让我的原先认知我们原先所想的成为让我们在领受这份真理、领受这份恩典的阻碍。所以我们说，主啊，请说，主啊，请说的这种听到，也就是说，主啊，请你对我说话，让我知道我现在要讲这句话是否会带给人或带给我们自己有极大的这个拉扯。我觉得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正向神所要我们说的话。第二个，我们要用行动去验证真理。圣经里面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些时候，当我们如果愿意跨出去那一步，去接触一个未信主的一个未信主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上帝安排我们身边周遭有许多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单纯只是跟他在一起，然后很享受那份时光而已。很多时候，牧师想要邀请各位，神在对我们说话，不仅仅是让我们得着那份福音的恩典，我们需要的是去传福音。当你去传福音，我相信你会更勇敢的在那当中去体会到我们的生命的那种喜悦，从不可能变成可能，从人家没办法理解到能理解，那份生命改变所带来的喜悦，不是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放下那份害羞，然后与我们的牧者同工，我们一起同心合意，为了上帝的教会，这个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工作，传福音，把这份传福音的爱去分享出去。我相信上帝的权柄，不管是在牧师身上，或者是在长老领袖身上，我们都能够为主彰显神所要我们彰显的荣耀，是能够荣耀神的，是能够为人的生命带来改变的，甚至是能够帮助那最需要帮助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口才流利的专家，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听得懂神的心意的人，让我们有更多这样的人能够一起来投入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神的真理若无法成为一个能够帮助改变我们生命的来源，那么这份真理就只是一个神学知识。我相信神不会希望我们做这样子的基督徒。牧师是时常成为上帝，我们时常要去熟读神的话，甚至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去传递神的真理。牧师是上帝这个神圣的真理的传声筒，但牧师的愿望不是要让大家听我的话，而是要让大家能够透过我所说的话语，我所说的声音里面的内容，更多听见那个一直在呼唤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向一个真正生命能够成熟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在过去1年里面，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从他的真理里面好好去转变你的生命，帮助你能够真正成为神真理的传声筒，带着权柄为主做美好的征战。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我们召聚在这个温暖的家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太习惯我们目前的舒适的环境，
甚至把你的仆人牧师在差遣我们时候的呼召当作是一种信仰的压力。愿你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那隐藏在每一位在讲台上传递主话语的牧者的声音，能够扎心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你不仅要用那迫切的爱来爱我们，你也要用慈神爱所的怜悯的心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活出有色彩有盼望的生命。主啊，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不只是守诫命的基督徒，主的儿女，我们更是要充满有生命力的，成为一个主有生命力的主的门徒。求你祝福我们，赐福我们的教会，让牧者与弟兄姐妹之间不是指令与服从，而是在真理当中同心合意的为福音做美好的征战的属灵群体。我们愿意在主你的面前成为真正忠心的仆人，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一群忠心在主的教会里面的家人朋友，无论我们在哪一间教会，我们都能够在圣灵的感动跟带领当中，看见主你的教会带来新的突破跟满有主的荣光。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的陪伴跟聆听，也记得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我们试着在每一次的聆听当中，你有感动的，你可以在底下留言。也欢迎你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试着跟一位你所不太熟悉的邻居朋友，跟他分享上帝所带给你的小小的祝福，相信你的生命里面所领受成为神的传声筒，也就是传那宝贵救人的福音，来祝福更多的人。祝福你的生命，也愿你平安。各位晚安。